不知道为什么说有对象就必须和异性保持边界感。如果咱家的狗不止和你亲近，还和其他的别人亲近，你会怎么办？直接把它卖给狗贩子，要么烤着吃狗肉。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？因为我在乎它，它这样会让我很不开心。和狗，它会感觉这样自己很有魅力，很受欢迎。儿子，你说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？应该有啊，我。答案是肯定没有的，你以为的只是单方面的。不可能吧？我也有很多女性朋友啊。你对他们没想法，不代表他们从来对你没想法。你想法怎么这么龌龊呢？我所有的出轨都是从频繁聊天开始的。儿子，你在跟谁聊天呢？小丽啊，不怎么了？你对象小美呢？我跟她没什么可聊的，我在和小丽聊的。都聊啥呢？儿子？就聊家常，分言而长，也不暧昧。就你这种人最让人恶心了。我怎么了不？我也没对不起小美啊。你这和出租车载人挂空车牌子有什么区别呢？承載幾多人嘅希